有陣時喺 salon visit 咧，啲師傅會問我一啲好奇妙嘅匪夷所思問題，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記得之前咧有個客咧就問過一個問題嘅，佢話：喂 Ricky，你啲 color 咧已經好滑㗎啦，咁究竟我仲使唔使叫個客做 treatment 咧？梗係要啦，唔使揾錢咩？咁啊，頭先嗰個就係髮型師心底裏面嘅商業答案啦，係咪？咁但係實質究竟需唔需要咧？咁其實我哋都覺得需要嘅，因為咧，即係雖然你做完 color 之後個頭髮已經好有顏色啦，好光滑啦，咁但係你都需要維持同埋保養佢噶嘛。咁就你可以舉個例俾個客人聽咯。咁平時你去完呢個美容院做完 facial 或者你敷完 mask 嘅時候，你會唔會搽翻啲面霜啊去保養翻佢？同一個道理啫嘛。咁你染完頭髮之後已經有個咁好嘅效果啦，用咗咁多嘅時間，咁所以咧更加應該咧就做翻一個咧針對性嘅 treatment 咧去保養翻而家你頭髮有嘅光滑程度同埋顏色。咁做完 treatment 咧就可以令到客人咧可以享受到更加長時間嘅光滑同埋顏色嘅持久度，咁啊可以保持到佢下次翻嚟啦。咁我自己個人就會建議啦，就係做完顏色咧要做翻一啲針對性嘅 treatment 去 for 翻 after color 嘅保養啦。咁只要有足夠針對性嘅話咧，其實顏色就可以持久好多噶啦。